今次我哋去日本橫跨幾個大城市咁玩咗2個半禮拜。喺我哋分享每日行程之前，先嚟一個整合系列。今集分享嘅係市場篇。通常大家去日本點都會做遊客做的事啊，行海鮮市場。我哋都知道想食最新鮮抵食嘅海鮮檔，就會有人話唔好去呢個啊，劏遊客噶。又會話嗰個唔抵食，唔值得排隊。其實去邊個市場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係自己開心。最開心係咩啊？我哋個個都去晒啊！由於溫哥華飛日本一定係 land 東京成田機場，所以無論點我哋都會喺東京。上次嘅築地係朝早10點去啊，雖然都食到好嘢，但係就要排隊同埋勁多人啊！好嘢嚟，埋嚟睇埋嚟揀。我哋平時都中意搜羅一啲懷舊地道小物，最近開始嘗試自己製作紀念品帶俾海外嘅香港街坊。首輪推出香港街影電製插座蓋，提升家居裝飾風格，功能同埋城市藝術完美結合，細緻嘅回憶成為家中嘅亮點。本地入貨，自家後製，專業雕刻，北美洲、美國、加拿大電製開關適用，獨家套裝版已經喺 HKCC Mall 上架。團購或者散賣可以直接 DM 我哋，講乜講物852，為你留翻浸香港馟。今次趁未吞好時差，可以半夜3點幾輕輕鬆鬆起身，梗係碌去築地啦。天未光望住築地嘅鋪頭準備開門，真係覺得自己好神心啊！食過平時排晒長龍，但係又因為我哋早嚟完全唔使排嘅玉子燒。玉子燒有分甜同鹹。呢個係屬於甜嘅，200 yen 一個，又唔係話好啱我哋口味。兜咗個圈，首先食個牛雜飯。本來見未有人排隊就行開咗，點知翻到嚟嘅時候已經有人龍啦。最後都等咗10幾分鐘先落到 order。基本上主要有2種飯可以揀，都係一般嘅牛檔牛肉飯啦，或者係牛雜飯嘅，即係牛內臟啊。咁我就揀咗牛雜飯啦，另加隻溫泉蛋。天氣凍凍地，又喺街邊食都幾有氣氛啊！之後再戰海鮮檔同即開燒蠔啊，個蠔係幾新鮮同多汁嘅。海鮮檔嘅帶子海膽都係中上，略嫌帶子鮮味就爭啲。另一碗特選吞拿魚刺身係預料之內啊！驚喜係佢呢個白魚啊，不過唔記得咗係咩魚類啦。超彈牙爽口啊，拉高晒呢一餐嘅水平。食咗2大碗飯飽晒都冇位再掃街啊！周圍行發現原來仲有個室內嘅魚市場啊，不過因為唔俾影相同拍片，我哋就乖乖地冇影啦。裏面係好乾淨，擺得超整齊嘅街市啊，不過就係拎走自己整，唔會即場整俾你食。另外佢樓上都有個 food court 嘅，不過啲嘢就唔係好吸引，應該唔係主打遊客啦。喺度分享埋上次嚟築地嘅掃街啊，食過海膽和牛串，坦白講雖然明知貴啊，但係都真係好好食。隔籬間腐皮海膽壽司都唔錯，不過真係太大嚿飯啊，好容易就塞飽咗啊！即開海膽就一定係非常新鮮噶啦。嗰次食完虎將海鮮檔之後，都仲食咗咁多海膽，超滿足啊！順帶一提，我哋嗰次咧買咗真空嘅魚乾翻嚟食啊，超好味啊！有啲後悔只係買咗2條，可惜今次我哋嚟嘅時間太早啦，人哋未開門就買唔到啦。東京另一個市場就係比較新嘅豐洲啊，喺築地落多個站就係啦。我哋嘅行程係星期3先去，所以市場嗰邊係冇開嘅，又即係冇食到大名鼎鼎嘅壽司大啊。不過另一邊遊客區嘅千客萬來係有開嘅，我哋已經行得好滿足啦。手信店啊、賣刀賣酒等等嘅都有，想掃街嘅都有唔少選擇啊。仲有個位置係俾你坐喺度啊，目測嘅設計仲可能有表演節目睇啊。我哋揀咗個蠔嚟食，生蠔我向來都麻麻嘅，美夫個車就食咗冰庫同岩手蠔啊，不過冇乜記憶點，反而我叫嘅焗牛油生蠔就非常正啊，隻蠔又唔係話熟晒，但係都熱熱地，加上煮溶咗嘅牛油咧，食落去有油香同埋海鮮味一齊傾盤而出咁啊。另一個就係北海道嘅牧場牛乳雪糕啊，坦白講呢一間一睇樣咧就樣樣都想買嚟食啊，不過得2個人點食得咁多啊？輕強啲就揀咗個混合版嘅朱古力牛乳雪糕嚟試，一食落不得了啊！濃厚嘅牛乳口感啊，配上啱啱好嘅朱古力甜味，感覺好天然啊！總之就係食到唔捨得食完佢啦。雪糕都咁得，相信其他蛋糕類都會好好食。
第3個掃街食到嘅就係雞蛋布丁啊！佢係就咁一樽放喺雪櫃嘅布丁，然後任你揀想配邊種蛋嘅。由於美國好難見到咁靚嘅日本雞蛋啊，美夫個妻絕對唔會放過橙紅色蛋黃嘅雞蛋啊！食落去布丁都係淡淡地，但加咗個口感好厚嘅生雞蛋落去之後咧，都幾好食，可以一試啊！喺開始填廣東歌嘅時候，發現呢一個真係一個自討苦吃，但又會令人甘心情願去做嘅事。填詞真係好好玩。自作業百禮活廣東歌填詞線上教學課程已經上架，詳情同埋報名方法請見影片下面嘅描述欄。重點就係嚟到烏尼府嘅海鮮檔啊！我哋好早就到，所以唔使等位，而且千客萬來始終係全新，座位多而且夠舒服啊！入去餐廳定 food court 都有足夠嘅位置俾你任坐，仲有俾小朋友玩嘅地方啊！大人可以一邊食一邊睇住，好放心啊！烏尼府係築地一定大排長龍啊！我哋11點幾嘅豐洲呢間直接坐低就係啦。由於唔想食太多飯，就揀咗一個海鮮檔，另加一個刺身啊！不過是日海膽咧就嚟自俄羅斯同加拿大啊！老老實實我哋都想要日本本土多啲，海鮮檔好食係預期之內嘅，而個刺身拼盤主打各種吞拿魚咧，最瘦嗰款其實已經好好食啊，完全冇筋，比起再肥啲嗰兩款咧，反而瘦嘅就冇咁漏啊！東京之後嘅行程係大阪、木津、黑門，我哋兩個都有去，我哋特登 book 咗 B&B 喺難波呢邊，行去木津市場只係需要12分鐘。我哋其實5點前已經到達咗木津海鮮檔門口，但竟然都係排唔到頭位啊！不過都算掹車邊可以第一輪入去食。成日見 YouTuber 講呢間點樣好食，一直都想象唔到啊！直到叫咗呢2碗海鮮檔，食落口嗰刻真係回味無窮啊！滿滿嘅三文魚子多到好似唔使錢咁啊！喺美國一盒仔都收你17-18蚊美金，海膽啊更不在話下啦！佢黏黏地、甜甜地撈落飯度，成碗都係極品啊！加埋個蛋實在不得了，另外一個配個厚切帶子一開二又係非常鮮甜啊！三文魚其實都好食嘅，但係相對就變得襯托啦。呢2碗海鮮檔加埋都只係美金35蚊左右啊！呢個價錢喺西雅圖真係 food court 食頹飯嘅咋。木津市場我哋仲試咗個大隻蠔，即場剝殼，店主仲好好人咁俾我哋行入去影個開蠔啊！個蠔睇落冇我哋想象中咁大隻，不過都鮮味十足同埋多肉嘅。另外喺 ODA 超級市場，我哋買咗啲餸翻去 B&B 打邊爐啊！臨走嘅驚喜就係蛋包鰻魚，咁最好係即場食啦。但係我哋想拎翻去 B&B 同屋企人分享，所以係翻叮嘅，熱翻先食都非常好味啊！一份 share 食就啱啱好，唔會太飽啦。而美夫嘅妻最開心就係以430yen買咗一盒靚蛋啊！夜晚打邊爐就咁打落個煲度做水煮蛋，滴翻出嚟嘅溏心蛋黃真係靚到飛起啊！食落嘅口感又夠厚，正啊！因為已經喺木津市場食咗嘢，黑門市場我哋就只係行個圈，即食嘅嘢就冇叫啦，因為明知都係遊客㗎，睇咗當食咗啊，只係買咗啲昆布翻去做湯底。嚟到京都嘅錦市場，首先係買咗個黑毛和牛餃子，都幾 juicy。酒鬼嘅我當然唔會錯過100 yen 嘅清酒啦。我哋成10年冇嚟錦市場，原來而家多咗好多店內橫丁，即係一間大鋪裏面有幾間細鋪啊，仲有位俾你立食，唔使影響主要通道。和牛壽司一人一件，油脂滿滿配落個飯度啱啱好啊！企下見到炸白鰻，好似醬卜卜又幾吸引，但係食落就麻麻地冇乜味，要自己落調味粉。呢11年睇晒日本最熱門旅遊區嘅市場，有其他介紹請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等我哋可以進步下，探索下日本其他嘅海鮮市場啊！呢條片先嚟到呢度，支持我哋記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 啦！